以上呢，就是我们已经结束了，就是对于根线钱的解释。那我们有提到说呢，线钱呢就是分为根线钱、溢线钱、质证线钱，还有余学线钱这四者。那关于根线钱呢，就是以上呢我们已经讲解完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开始讲述溢线钱的部分。那这里呢，先看到说溢线钱它的性象。就提到说呢，由置之不共真上缘，一根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那它是溢线钱的性象。所以呢，在前半段呢，由置之不共真上缘，一根呢，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一支还有支呢两者的差别。那一个就是依照它的不共真上缘呢，一根所生的话呢，就是一支；那一置之不共真上缘，聚摄根所产生的话呢，就是根支。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那这个呢是现前的性象，所以呢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呢，就变成了说它既是异知又是现前的缘故呢，所以它就是属于异现前。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定后方呢，再加上一个就是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心不欺狂的了知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异现量的性象。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呢，就是为什么要加上置之不共真上缘一根呢？因为如果说只是放共同真上缘一根的话呢，那像是根支和义支呢，同样的它都有可能是有共同的真上缘一根的缘故，所以呢，这边才要放上置之不共真上缘一根，然后呢，来特别表明说，你只要是义支的话呢，你的置之不共真上缘呢，才会是一根，所以呢，这边提到说置之不共真上缘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由智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单着之，且不错乱的单着之的了知。那为什么会加上一个单着之的了知呢？那加上单着之的缘故呢，就是它特别要跟质证分呢做一个区别。因为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因为质证之跟单着之呢，二者呢它是相违的，它只要加上单着之的了知的话呢，它就一定不会是质证分。所以呢，有一些在放性象的时候呢，它会在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这边呢，再加上一个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单着之的了知。那为了将单着之呢，就是为了要去除掉质证分的缘故。所以在义支还有像是余节限量的时候呢，他们在放定义的时候呢，都会放上一个单着之的了知。那在这边呢，就是先稍微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就是呢，这里呢就是有提到说，我们之前在讲述直射根支，或说直射根线前，或是说直射眼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好像会觉得说，好像直射眼支呢就只有一个，其实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直射眼支呢，它只是一般我们讲说直射眼支，但是有属于直射眼支的心王，也有属于直射眼支的心所。那我们一般讲说，如果说是讲到说直射眼视的话呢，那如果是用眼视这个话呢，就表示说它一定会是属于心王。但是呢，讲到如果说是直射眼视，它既然是心王的话呢，那它就会一定会有相应随顺在他身边的这个五片形。那我们知道说呢，心王呢，它就如同国王一般，那心所呢，就如同说围绕在国王大臣，围绕在国王旁边的大臣或是居民一般。那同样的呢，国王他本身是希望说，我们以一般国王或者说人民来说的话呢，国王他是希望说这个他所处在的这个地方呢，大家都能够过得安乐。那同样呢，安住在这里面的居民呢，他也是希望能够过得安乐，所以就会在一个地方呢有国王的话呢，就会有随顺于就是他的这些眷属在，所以心王跟心所呢就类似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讲说直射眼支或者说直射根支的时候呢，其实是包括心王跟心所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直射眼视的话呢，那一定是指着心王。但是在讲说直射眼支的时候呢，那其实就包括了心王以及说心王呢所围绕的五片形呢，这六者呢就是心王跟心所呢，它全部都是属于直射的眼支。那希望说大家这一点呢可以先了解一下。那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就
先了解到说呢，就是直射眼支呢跟直射眼视这两种呢是不一样的。就是直射眼支呢，它包括了心王跟心所。那讲到心所呢，就起码呢五片形是一定具备的，所以呢，它起码讲到直射眼支的时候呢，它包括了像直射眼支属于直射眼支的心王跟属于直射眼支它五片形的这个心所，那就讲到说五片形就讲到说受想思触作意这五种心所。那无论是心王就是直射眼支的心王或是心所，它们呢全部都叫做直射眼支。那如果说呢我们是讲直射眼视的话呢，那它就只能是属于心王，就是又是心王又是直射眼支的这一种呢，那我们称之为叫做直射眼视。那到这边呢，大家先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了。那详细的呢，我们这边就不多说。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述到说直射眼支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其实它同样的就是包含了最少心王跟心所，所以它最少包含了就是心王、心所这就是有6种，就是直射的眼支，就是包括心王的眼支以及心所的眼支6种。那同样的，第一刹那是这个样子，那它是刹那刹那在变换的，所以第一刹那的心王、心所。它具备了直射眼支的心王跟心所。第二刹那直射眼支呢，它也包含了心王跟心所。所以呢，希望这一点呢是大家可以了解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再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差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在讲述说呢，就是直蓝色的眼支，那它主要的所因呢，就是它的不共真上缘，就是眼根。但是我们在讲述眼根的时候呢，其实在俱舍论里面讲述眼根的时候呢，它也分为2种眼根。那一个呢就是异熟眼根，那第二个呢就是相顺的眼根。那异熟的眼根呢，它就是我们先天的，它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如果说呢，我们先天呢，就是出生的时候呢，你的异熟的果报呢，就是眼根呢本身就已经有过失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天生呢会是盲人，那就看不到。所以异熟的眼根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修正或是修改的。那另外一种呢是相顺的眼根。那所谓的相顺的眼根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的眼根呢是好的，但是可能年纪大或是什么原因呢，然后可能白内障或者说近视的缘故呢，然后让眼睛变得看得越来越不清楚，然后我们去做个手术之后呢，又可以看得清楚的。那这一种呢，我们能够做手术的这个是相顺的眼根，所以可以调整的呢是相顺的眼根。但是异熟的眼根呢，它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如果说你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异熟眼根本身就是有过失的话呢，你就完全没有办法看得到。所以呢，在俱舍论里面呢，又提到说眼根分为异熟眼根跟相顺眼根这2者。我们刚刚呢，就是有稍微讲到了呢，就是比如说直射的眼支呢，它其实是包括了心王跟心所。所以呢，我们在讲心王的时候呢，会提到说直射的眼视。所以直射的眼视呢，它就是又是直射的眼支，然后又是心王的这种呢，我们叫做直射的眼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直射眼支呢，它本身包括了心王还有心所呢这2种。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它最少包含了6种不同的了知，也就是心王，还有说它所片形的这5种片形呢，那受想思触作意呢，它全部呢都是属于直射的眼支。那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说，为什么异现前呢，它的性相里面要放自知不共真上缘异根的缘故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已经要说直射的眼支呢，它本身是有心王跟心所这2者。那所以同样的呢，那以直射眼支来说的呢，如果说还有很多刹那的话呢，我们去分的话，就第1刹那、第2刹那、第3刹那。那以第2刹那的直射眼支来，那同样的呢，它的因呢，就是包括了前1刹那，就是直射眼支第1刹那。那所以在第1刹那里面呢，又包括了心王和心所，因为我们刚刚就已经讲到说，直射眼支它本身包括心王和心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直射眼支的第2刹那呢，如果说我们在这边就是意知的性相呢，如果不放上自知不共生上缘异根的话呢，你只是放真上缘异根真上缘异根的话呢，那直射眼支的第2刹那呢，它就符合这个定义，因为它的前1刹那的这个直射的
眼支呢，它包含了心王还有心所，所以它其实包含了意根在里面。就是以真上缘来说的话，因为它前一刹那就是它的因，就是它的真上缘，所以它如果我们不加不共，只说以自知真上缘意根所生的话呢，那其实直射眼支的第二刹那呢，它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这边才要特别加上不共真上缘意根，因为呢，直射眼支第二刹那呢，它的不共真上缘呢，并不是意根，它的不共真上缘呢，还是在眼根的缘故呢，所以呢，它是符合说它的真上缘是有意根，但是它的不共真上缘呢，是只能放意根的缘故，所以在同样的在放意现前的性相的时候，才要在这边加上说不共真上缘。如果不加不共真上缘意根的话，只是放真上缘意根的话呢，那直射眼支的第二刹那呢，它也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所以在这里特别呢，解释一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在这边放意现前的性相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在放意支现前意支的性相的时候呢，一定要加上不共真上缘意根，因为如果你不放不共真上缘意根呢，只是放真上缘意根的时候呢，那就会有根支也变成意支的这种过失。所以呢，当你加上不共真上缘意根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不会有这种过失了。那就如同我们刚刚呢有提到说，就像是眼支呢，它的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呢，就是其实都是包含了就是眼识以及说眼识围绕着眼识的这些心所。那我们在了解眼识之后呢，那再看其他的，像是直生根现前、直相根现前、直位根现前、直数根现前呢，那也是如同直射根现前一般，它同样也包含着心王跟心所，就是最少6种了知。我们在讲述意现前的时候呢，那意现前呢，它又有2种的分类。那意现前这2种的分类呢，就是分为说有索取意的意现前，还有说没有索取意的意现前，或者说有索取意的意支和没有索取意的意支。那什么叫做有索取意的呢？有索取意的意支呢，就表示说它的显现境呢是外境的色的话呢，它叫做有索取意。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直射的意支，那这种呢，就是比方说它所直取的呢是外境的这种色的时候呢，那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有索取意的意支。那无索取意的意支呢，就提到说没有索取意的意支，那我们放什么呢？那以释义来说的话呢，就是像他心通，因为他心通呢，它的显现境呢，并不是外境色，而是其他人的心。它也是属于心的缘故呢，并不是属于外境的色，所以像他心通这种呢，就是属于无取意的意支。意现前的另外一种分类呢，就又分为说特殊的意现前和非特殊的意现前。那什么是特殊的意现前呢？那特殊的意现前呢，我们就会安利像是6神通、5神通或是6神通这一种。因为神通呢，它以我们凡夫来说呢，它不可能说你不做任何事情呢，它自然而然就产生神通。就是呢，你最少呢要依靠着就是禅定呢，透由禅定而才能够产生这种意现前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叫做特殊意现前。那特殊的意现前呢，那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像是直射意现前一直到直处意现前这种呢，就是凡夫心绪中也有的这种呢，就是非特殊的意现前。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完了就是意现前的性相之后呢，那接下来就看到说分类有2。那分类有2呢，提到此处所说的意现前，还有说非此处所说的意现前这2种。那此处所说的意现前呢，这里的此处呢所讲的呢，就是提到说认知者有2项，依于眼及依于意。那就是从这里所讲的这边的，由这一段话所讲述的呢，就是此处所说的意现前。那所以呢，这里在讲述到的此处所说的意现前呢，和非此处所说的意现前呢，那内容呢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就是呢，有索取意的这种意现前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此处所说的意现前，那就讲到的就是
当你的显现境呢是有外境的色的时候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此处所说的意现前。那非此处所说的意现前呢，就像刚刚所讲的，就是无所取义的这种意现前，就像是他心通等等，或是我们后来所提到的，就是特殊的意现前、六神通等这一些呢，都可以归类在非此处所说的意现前里面。那所以呢，这边讲到就是此处所说的意现前呢，那这个此处所说呢，就是提到说知色有二相，一眼及一根。那这边此处就是讲到说知色有二相，一眼及一根。那就是呢，我们在了解呢色的时候呢，就是有两种方法。那一个呢，就是透由眼根去了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透由意根呢去了解。那透由眼根去了解的呢，就是前面所讲的根知。那透由意根去了解的呢，就是在此处所说的意现前。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知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有索取意的这种意现前呢，它的索取意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外境色。那同样呢，在这边此处所说呢，就提到说知道色呢有两种方式。那所以就提到说呢，我们所了知的这个境呢，一定要是外境色的这一种。所以在此处所说的意现前呢，就分为了就是直色的意现前，然后直身、直香、直味、直处的意现前呢，这五者，因为呢他们的显现境呢都是属于外色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同样呢，也可以从这个此处所说这边呢，直接了解到，像是他心通或是漏尽通等等呢，它一定不会是属于此处所说的意现前，因为此处所说呢，这个地方所说的句子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呢，就是知道色呢有两种方式，就是依靠着眼知或者依靠着意知，就是依靠着眼根所生的根知呢，或者说靠着意识所产生的意知呢，透由这两种方式呢去了知到色法。所以可以知道说，它的境呢一定要是属于外色呢，才会是此处所说的意现前。但是从此处所说这一句话的原文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它的外境呢一定要是色，才有办法成为这里所说的此处所说的意现前。那所以呢，在讲解说这分类呢，又分为说此处所说意现前跟非此处所说意现前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到说此处所说意现前的性相，那就讲到说，那前面呢都是一样的，讲到说由自之不共真上缘意根所生，然后此处所说，那这个此处呢，就是刚刚所讲的，就是引到释量论里面呢，释量论里面有说到这个此处里面，此处所说就是讲到说释量论里面有说到呢，知色有二相。一眼及一根，那所以是从这里面呢所讲述出来，然后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就是此处所说意现前的性相。那其实呢，此处所说呢，它不仅仅是指出了这里所讲的意现前之外呢，那同样呢，它也讲述了根现前。就比方说，我们要了解外色呢，就是外境的色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透由眼根所产生的眼知，那以及透由意根呢所产生的意知，就是透由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外色。所以这一句话它同样可以显示出，就是此处所说的意现前，那以及前面所讲的根现前的部分。所以呢，在这边我们讲述意现前的时候呢，那其实就是，无论是中文或是藏语也好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拆开成，就是先看意呢，再看现前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由自治不共真上缘意根所生的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这里所讲的意知，就是我们讲的意。那现前呢，就是后面所提到的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是所谓的现前。所以由自治不共真上缘意根所生，那这个是属于意知的部分。所以把意知呢和现前合起来呢，它就成为了意现前。那所以同样的呢，在我们讲述跟现前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由自治不共真上缘具色根所生的呢，这个就是属于根知的范围。那同样加上了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就是现前。所以这两者合起来呢，就是跟现前。所以其实它每一个字呢，都有它每一个字的内涵和定义在里面。
在这边呢，再跟大家稍微理清一点。那这个在根支呢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讲到义支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出现一些疑惑。因为呢，我们在讲述义支的时候呢，其实义支呢它并不等于义，因为呢只要是义的话呢，它就一定要是兴亡，就是它一定要是士，它一定要是兴亡。所以我们在讲到义支的义的时候呢，是提到说它是由置之不共真上缘义根所产生的缘故呢，所以把它叫做义支。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义支和义两者呢就是混为一谈，因为只要是义的话呢，它就要会是士，它就一定要是兴亡。但是是义支的话呢，不一定会是兴亡。所以这边呢，就是大家要厘清的地方。那就是很抱歉，今天有稍微超过一点时间。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